一則睡前小故事。那一天，大地顫動，空氣中彌漫着沉重的氣息，白色的身影穿越雲層而來，像一道閃電劃破寧靜的天空。城市上空警報大作，人們仰望着那從天而降的光影，驚懼與敬畏凝固在每雙瞳孔之中。他就是白色惡魔，無堅不摧，毫不留情，如同末日的預兆，所到之處皆化為灰燼。但在那銀白鋼鐵之下，真的只有破壞與冷漠嗎？這位白色駕駛員，他的動作總帶着某種遲疑，他的目光越過戰火，看向那無人察覺的角落。他不是為了征服而來，而是為了尋找一個他自己也無法說清的答案。此刻，地球上某個角落，一場靜悄悄的革命正在發生。一項被塵封多年的實驗被重新啟動，他們打造出一台截然不同的高達。它不是最強的武器，但它理解人心。這台新型高達擁有超越邏輯的直覺與同理能力，它不只會戰鬥，它會聆聽。新高達與白色惡魔之間的命運交織終於展開，不是單純的決鬥，而是一場心靈的試煉。鋼鐵對鋼鐵，閃電般的交鋒在空中交織，每一次交手都是一次情感與信念的碰撞。而在這場交戰中，他們竟逐漸讀懂彼此的痛楚。原來白色惡魔的駕駛員曾是一位追求和平的年輕士兵，但長年累月的戰火與背叛讓他的信念支離破碎，心靈封閉，只剩戰鬥的本能。新高達無聲地靠近，沒有攻擊，只是一句傳遞心念的對話。你還記得最初的夢嗎？那一刻，沉寂的內心終於崩裂，他落下眼淚，手中的武器無聲脫落，白色的機體緩緩升空，像是一道解脫的光芒，飛向那熟悉卻又遙遠的星空。他終於回到真正的自己。然而，這並非故事的終點。在白色惡魔消失的天空下，地球聯邦的高層正召開一場秘密會議。會議室內氣氛凝重，牆上的熒幕播放着白色惡魔與新高達交戰的影像。這是什麼？一台機器竟能影響人類的心靈？一位將軍拍案而起，語氣中充滿不安。這是我們的未來，一位科學家冷靜地回答。新高達的設計初衷就是為了超越戰爭的界限。它的核心系統能夠感知駕駛員的情感，並與之共鳴。但這也意味着它可能成為我們最大的威脅。另一位官員皺眉道，如果它落入敵人手中，後果不堪設想。所以我們必須確保它的安全。科學家堅定地說，這不僅僅是一台機器，它是我們人類最後的希望。與此同時，在地球的另一端，一個隱秘的組織正在暗中行動。他們的目標是奪取新高達的核心技術，並將其用於自己的野心。我們不能讓聯邦獨佔這樣的力量。一位蒙面領袖低聲說，這是改變世界的機會，我們必須抓住它。而在這場明爭暗鬥中，白色惡魔的駕駛員卻選擇了隱居。他回到了自己的故鄉，一個被戰火摧殘的小村莊。他開始修復村裏的房屋，幫助村民重建家園。你真的打算就這樣過下去嗎？一位舊日的戰友找到他，語氣中帶着不解。你明明有能力改變這個世界。改變世界不一定要靠戰鬥，他平靜地回答。有時候最重要的是學會如何與人和解。然而命運並未放過他。一天夜裡，一支武裝部隊突襲了村莊，他們的目標是白色惡魔的駕駛員。他們認為他掌握着新高達的秘密。我們不想傷害無辜的人。為首的指揮官冷冷地說，交出你知道的一切，我們可以放你一條生路。如果我拒絕呢？他站在村民面前，目光堅定。那麼這裏將不復存在。指揮官的語氣中沒有一絲猶豫。就在千鈞一髮之際，新高達出現了。他的駕駛員是一位年輕的女孩，她的眼中充滿了決心。
我不會讓你們傷害他。他的聲音雖然輕柔，卻帶着無比的力量。新高達的出現改變了戰局。他的直覺與同理能力使得敵人的攻擊無法奏效。這不是一場戰鬥，而是一場心靈的對話。女孩說。最終，武裝部隊撤退了，村莊得以幸存，而白色惡魔的駕駛員則決定再次踏上旅程。你要去哪裡？女孩問。去尋找答案，他回答。關於這個世界，關於我自己。在遙遠的星空下，兩台高達並肩而立，他們的命運已經緊緊相連，而他們的故事才剛剛開始。